下来继续正段消息，来看第三核能发电厂是不是要恢复运转？8月23要来公投，那里个党主席拢下动员令，呼吁支持者出来投票。兼民进党党主席的赖总统讲，核电的安全是科学问题，唔是公投会当解决。伊呼吁大家投无同意票。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民众站出来投同意票。 保住台湾的经济命脉，站出来投下同意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公投票。那我们希望让核三研议，确保台湾稳定的能源供应。 面对8月23核三的公投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支持者出来投同意票。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嘛伫中常会阁强调一摆。 面对核电议题，安全是社会最大的共识。我们都知道，安全是科学问题，不是公投能够解决的。这样的公投根本没有办法确认人民愿意承担多少风险来重启核三。所以823公投，我会去投票，我们一起投下不同意票。 强调核电安全是科学问题，核电敢要重新启用，程序上有2个必须。政府会秉持3个原则，心神以对。国民党批评民进党发核能，拢伫补贴友好的厂商。这个赖清德总统的科学现在跟别人不太一样了，但没有关系。忙了1年的大恶霸之后，现在会开始关心科学问题代表赖清德总统终究有一点点好转醒来的迹象。民进党从来没有双标。 对于核能政策的问题，永远要负责任的确保核能安全。核三公投案若咧继续交锋，两党的党主席拢已经下达动员令，就看8月23迄天，倒一边会赢。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